宝藏们，曾宝仪的人生藏宝图推出宝藏限定会员制了，在这里你可以听到独家集数，包括宝藏来信、好剧、好书，还有我的旅行日记碎碎念。加入我们，未来还有更多福利在等你哦。对了，宝仪我本人还有机会跟你交流啦，而且还有很多平常我不会跟别人讲的事情，都会在这里跟你讲啦。各位里面大家好，这是万城李州办公室，我是王来，我是任武。今仔日你有看到迄总统候选人已经拢登记啊嘛？有啊，因为我真正就想看到迄伫看迄生秀诶，占星师是即款诶嘛？生秀，嘿，伊就讲11月20号以后诶日子拢做无好啊。哈，真正哦，嘿，就是大清帝甲萧美琴因登记了后壁日子拢是歹日，拢是就是无好嘿。所以你会做信即款物件吗？你会迷信吗？你感觉？我感觉迷信哦。嘿，会小可做参考啦，毋过袂讲一定爱算到偌迄落诶，因为真正要结婚诶时阵，毋是伫遐咧现迄个农民历嘛？嘿，对，现迄农民历嘿，现诶，嘛是凊彩看一日，看毋是歹日就会使啊。嘿，就看有迄个计错是好诶，就会使啊，对吧？我嘛是安尼，嘛无特别看计错，就是迄天毋是歹日，安尼就会使啊。真诶哦，我是有，因为阮阿爸就讲，因为你去现逐本农民历，因拢会写无共诶。是哦，嘿，就所以再看一本啊，来做参考就好啊。对啊。我当阵要结婚诶时阵嘛，是有小看者。像迄个顶前要甲阮翁号一个中文华语诶名嘛，甲伊号名了，就爱去算迄个八字，算八字。甲算一个了嘛是甲无共诶网站算起来，结果拢无共啊。是哦，系啊，嘛是就是看一个，就是几个网站拢无写讲伊是歹名，拢是普普啊，安尼感觉会使啊啦，安尼普普会使。因为阮翁甲我对我姓嘛，阮翁是对我姓，伊诶名是阮妈妈看什么姓名学算出来诶，伊算了去迄个 Google 看这名诶笔画有好无安尼尔，就定落来系啊。我是用阮翁诶英文诶名，甲伊用外音去号名，了要经伊诶姓诶时阵，本来要看我姓，毋过因为用我诶姓去算迄八字拢诚歹，结果就用伊家己诶姓外音去经一个姓，来搞，结果普安尼。普会使啊，比歹个好。嘿，安尼所以伊是姓啥？伊姓林。好，对啊。有无看伊诶姓有丹林，丹林李老哥。对。很可惜的在。对啊，讲到迷信。你敢有一寡无共诶迷信？无共诶迷信哦，就是我当来英国时阵嘛，我甲阮翁是网络熟识诶。阮第一届见面诶时阵，阮就是去买咖啡来啉。反正我就是点毋着，点毋着，因为迄个收烧啊，我就甲挂拍互开，结果挂拍开了，我无甲冚好。这是我要摕起来啉，就规拢留伫我身躯顶。
嘿，因为反正即件代就是即工甲伊见面了，我回去就是甲阮朋友妈妈伫讲，我今仔日发生啥物代志。伊讲伫伊诶国家，你若无小心甲咖啡泼伫你家己诶身躯顶，若无小心诶话啦，会表示你会有好代志发生。哦，嘿，因为毋知呢，我感觉阮翁算是伫我姓妈内底发生一个袂歹诶代志。我就足相信诶，所以若只要有人讲伊无小心甲咖啡喷伫伊家己诶身躯，我就会讲，安尼你会有好代志发生。我就变甲足迷信即件代志。我诶迷信是较，比如讲你若是无有炸雨伞出门，就袂落雨。哦，真诶吗？真诶，敢真诶哦，真诶，我诶感觉。毋过伫英国。伫英国，你着算炸雨伞出去嘛是落雨啊？对，有当时你伊气象报告会讲今日会落雨，毋过你也是硬甲出门啊，你其实会当掠着有一寡有几啊点钟，其实会袂落雨诶。哦，真诶哦。有当时会当，比如讲你会当，就是拄啊会足拄好哦，就是伊要落雨进前，你拄啊好巴肚枵啊，你去餐厅食饭。你一入去餐厅会开始落大雨，你餐厅食了出门要出去佚佗的时阵，伊个停，雨个停啊，4-5点你准备要上车要去赛车转来厝的时阵，伊个要开始落雨啊，所以伊甲嘛共款看气象预报共款拢写讲真正是规工拢有咧落雨，毋过毋是，你会当拄着迄。会当拄着迄，就是拢卡甲足拄好诶。就是会当避免，就是你伫外口诶时阵，毋过是落雨诶。对。我有感嘛要来试看觅。无就是比如讲办活动，你若是有一项物件，你想讲不要紧啦，迄应该是用袂到。结果你到遐就发现讲，我就是欠迄样物件。从此以后，我是逐项拢甲早甲到。对。毋过我嘛有一寡较倒饼诶经验，比如讲，我一个足奇怪诶，就是我只要有朋友我甲伊电话记入我手机内底电话簿仔了后，伊就用袂着啊，所以迄支电话就用袂着啊。比如讲，伊也毋是离开英国啊，毋就是。就是贴破面啊，免联络啊。你应该无记我电话吧？所以恁遮的朋友大概我联络我拢足痛苦，因为我拢找无电话。好加载，有够恐怖诶！无就是比如讲做工会。面顶，因为讲有熟悉即个人啊，即阵仔有就需要甲因定定咧联络诶。我若是一家伊记哩我诶电话簿仔了后呢，可能就无即个合作诶机会对无啊？当然，你迄电话有影，你诶电话簿仔是死亡笔记本吗？哎哟，嘛毋是，我感觉其实大部分应该是心理上诶效果啦，嘛毋是物件诶。但是我就是感觉讲，哎哟，我即马记起来，敢会啊后礼拜就用袂到啊。就是心内有即个声音甲我讲，无这是无一定会发生诶代志，毋得就先行起来扛，嘿，对啊。真趣味呢。系啊，迷信啊，我有一个就是。就上买迄个 lottery， 就是爱穿红色来个。哎，你即马敢够有人咧信这？因为我感觉加减就是有，我感觉加减的，所以讲我无红色来看啊。毋过若是有，我若伫买的时阵，因为这是拢是用迄 app 伫买嘛。我若身躯若有穿红色的衫，还是
就算无样嘛好，就可能会得一两崩啊。你知有是无？嘿，至少无料着，无装料啊，系啊系啊，类似这款的。啊，不过大家有记的啊，你若通常是袂记这个时阵较济啊。因为有当时想要买，你就是向想着嘛。系啊系啊。啊，我嘛有一个是，这无算是迷信啦，毋就是我感觉较像是 PTSD。就是细汉时阵啊，迄个较大汉的阿姊阿兄，因拢会讲，拢爱就是拢足爱讲几啊个，甲阮遮的细汉囡仔戏行，就是对因来讲就好耍的，毋过对我来讲，就会变做我一世人的习惯，就是因就最上早一个几啊个，就是因讲你咧困的时阵啊，你的手含你的骹袂当伸出去你的被外口。为什么啊？啊，无迄鬼啊，会甲你烧猫，你会，你会真醒起来，你会真醒起来，因就甲你这醒起来囡仔掠走，迄是我差不多5岁时阵听到的几啊个，我即马到即马我要40岁啊，我会困的时阵，我的手含骹共款是袂当伸出去被外口。好是哦，我也就跟我讲我跳，我可能嘛唔敢伸出去啊。因为你知影有当时等于台湾嘛，就是台湾就是就热啊，就烧热。对，我当会开冷气佮加被，阮人拢讲你这毋是头壳歹去，你是你会热，你就莫加被毋就好啊。我想对，袂使，我的手感觉是会当伸去被外口的，我会有力量。我够白痴，对，我够白痴。有当时我会伫被内底流汗，想讲真正就热，我的手真正袂当伸出去。毋过我感觉即款的，我感觉细汉的，若是即款的拢会惊啊。嘿对啊，毋是佫有啥物？迄几啊个就是有一个囡仔闭伫眠床下底，反正就是鬼要来掠。迄个鬼毋是倒头条啊，迄款的嘛。所以嘛是看着迄囡仔。我就是看着迄了，我就是有几人有足久的时间拢毋敢为眠床下底看去。对啊，我就感觉无小小看着一对目睭安尼还是啥货？系啊，就有足侪迄个，比如讲暗时的时阵啊，眠床骹袂当看，镜嘛袂当看，锁匙孔嘛袂当看，足个物件袂当看的。对啊。毋过咧，我感觉生囝了后，这拢袂啊。即马暗时半暝上惊的就是囡仔嚎，偌恐怖的起家无陪归来，迄囡仔半暝时阵雄叫一句阿母，我规个人讲起。我感觉上恐怖的是，你已经是困足深吗？可能是拢叫袂出。我跟你一听到囡仔你好，你就目睭马上爬紧。对，真正会随真心。那啥物咧催命咧？你敢知影？阮囝一岁以前啊，伊着伊肚脐进前啊，伊半暝拢起来足侪届。我迄当时有一个特殊的，就是特殊的能力就是我咧伊要哭的前半分钟，我会醒起来。醒起来了后，毋是要准备要搁困转去嘛？伊就会随哭。我会当伫伊要哭的进前，对30秒钟进前醒起来。所以我即摆拢是中半暝醒起来想讲紧困转，无伊要哭啊！所以恁两是有感应的呢？我知诶，嘛有可能就是拄啊好人会困的迄个 cycle 就是安尼啊。
咱咧困眠毋是有一个循环。可能你已经习惯迄个时间啦。对啊。好迷信。毋知各位听众，各位咱的里面有啥物迷信，拢会当甲咱分享。我有算过一个就好算诶，迄叫做生肖命盘。阮查某囝出世进前啊，因为阮阿母有一个就好诶朋友，伊本身毋是做这个，毋过伊有去学，伊个有来英国学2届哦，来出国留学。所以迄当阵阮阿母都可能是想讲甲伊捧场一下，甲我报名去甲我算算了，佫不离啊准诶。真的哦。嘿，对，伊讲伊就有点出足侪我甲阮翁之间的问题，佫有嘛我家己的问题。伊讲我这个人做工课，就是我的工课啊，就是会较电啊，较电有关系。我是咧做再生能源的啊。对。嘿，伊佫讲我做的工课，就是迄详细我袂记啦。或者就是真正是看我做的工课真成。伊嘛有讲，伊讲我这个人趁无啥钱啊。讲我做的代志拢袂趁，我爱做的代志拢袂趁钱。我这个人适合做一寡就是 charity 啦，就是公益的代志。公益的代志对。公益的代志当做啊就好诶，会趁钱的事业较袂。所以伊讲我讲安尼要安怎？因为伊讲我这个人就是足爱享受诶，我爱用好诶物件，我诶所在爱注视。来个我就讲安尼，我也趁无钱我佫要享受我毋是足歹命诶。无，你即世人就是爱靠恁翁。我讲毋过我诶原则就是我毋通靠别人，我爱靠家己啊。伊就讲这就是你即世人诶课程，就是你爱去学要安怎靠别人。对，你爱对恁翁有信任感。哎哟，真正呢，对。老师介绍一个。中厝以后我就放下，我就想讲好啦，我就想要啥物我就惨甲开落。系啊，年薪一届尔，即世你会记诶，敢若即届尔。嘿，对伊后来阮囝出世伊嘛甲阮囝算，就神奇，因为阮囝是就是迄个啥 biracial 嘛，就是unequal。阮囝伊甲算一个命盘是伫台湾大诶，有另外一个是伫英国大诶。就讲伊若是住伫台湾哦，伊会变成一个就是咧带头做议题诶人。就是咧专门咧 campaign 诶。有一寡像诶社会运动者啦。我想嘛是介趣味哦。伊讲啥咧？伊讲你若是平常时咧要住英国不要紧，你若是想要伊有即个台湾诶即个人格吼，你就是逐当诶生日带伊转去台湾过生日，互伊recharge。我嘛介心息。系啊，真趣味诶，佫有即个方法。毋过因为我拢会 follow 迄个咱诶国师。伊就讲你若是住伫国外超过10冬以上诶人，你诶命盘着爱以你迄个住超过10冬迄个所在落算。你嘛是共款爱看2个命盘安尼。对啊，真趣味。系啊，心息啊，我感觉嘛是就是罔参考啦。系啊。你敢会记得咱进前咧疫情咧拄起来时阵，毋是有咧算迄22天？对。丰盛什么丰盛旅店还是什么会？对。迄嘛是真神奇呢，因为我其实是把伊当做一个，就是我咧练习meditation 工具。我感觉有一寡伊有一寡游戏，
嘛是我作业较熟地啦，真心熟。所以我有甲算一下，一开始就叫你讲，你爱先想一个种，你若是你有啥物物件是你就想要爱的，我迄当阵就写我想要一个囡仔，搁有我想要有钱，结果咧，迄22工做煞了后，3个月以来我有心啊，过来就是过无偌久哦，我就互加薪水啊。迄未停诶哦，了我就去生囝，生囝了转来无偌久，公司本来公司就甲我讲，你即个员工即个分公司可能会互迄个要安讲裁掉，对，所以你要准备去找新的头路。我怎惊一条，我紧去找我新的头路。不过我新的头路比我原本迄个头路的薪水要加1倍。真好呢！我天啊！对我薪水我找到新的头路了，我就等于甲本来迄个公司讲，安尼我袂当我找好新的头路啊，我无要搁大结果头家就敲电话来讲哪安尼啦，安尼我即摆无法度互你即个薪水，毋过你去外口大，你去转来，我互你共款的薪水。水哦，对，毋过我即摆我后来搁转去看进前的主管因出来开一间公司，我加入因即摆公司，我的薪水搁起。对啊，所以我讲就趣味的哦。你若短期来看，我是互人有人起薪水，毋过长期来看，其实我的薪水是一直有咧，一直起哩。对啊。安尼感觉讲拢有我当时的迄个愿望拢有达成安尼。是毋是我无做了，所以无成功？因为迄是21工嘛，我做2礼拜我就放弃啊。真正真的。毋过我感觉就是内底有一寡想法嘛，诚好啊。因为伊就讲，伊足侪代志，你是咱人的思想是，咱的想象拢是一个足细壳仔内底。其实这个世界是足大的，有足侪代志，你感觉迄无可能啦，我无可能，我无可能摕到迄个薪水啦，我无可能这，我无可能迄。毋过你若是真正去试看觅，足侪你会惊会发生的代志，其实拢袂发生。足侪你感觉你无可能达成的代志，其实你去做，都有即个成功的迄个希望。对啊。反正就是爱正面的思考踏出迄个第一步安尼。对啊，我感觉就是先去做啦，先去做看觅才讲。对啊。对啊。系啊。好，咱嘛差不多啊。今日拉比赛嘛是吼。系啊，毋知咱的礼物有加咱这拉比赛第一集无？微信。大家若是有啥物奇怪的微信嘛，是咱来甲阮分享一下。系啊，你若无小心加比破着你家己身躯顶，你就免想讲今日来遮衰，袂你有好的代志会发生。对啊，无着你就当着你未来的翁还是某。对啊，甲你家己拍一个扑仔，恭喜哦，恭喜哦！这杯咖啡破了有价值。系啊，你杯咖啡若是单品手冲的，迄个愈迄个。好的，就是系啊，即是看等甲大家分享一寡小小的迷信，个甲大家讲有正面能量的思考安尼。对，祝福大家安尼，要祝福大家啥物货？毋知，赶快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有用来坐哦。系啊。然后来英国来甲阮泡一杯咖啡嘛是会使。对，我看你的辛苦了。是
是爱家己破是家己，不是别人去甲破。再会。清香过一池七彩。